因为常常要出差啊，然后坐公车或者是坐那个电联车，就坐到这台，它超像鸭子，然后觉得超可爱。另一款电联车像红斑马，蒸汽火车像森林之王。透过年轻人的笔触，火车拟人化，饶富童趣。月台边的心情，等待的滋味，是许多人共同的记忆。台铁的新尝试，用最夯的萌风格说火车故事。那这个是最老的，现在还在跑的蒸汽火车 CK124。消费者的立场来看，我觉得你只是换汤不换药。父亲节要推出新商品，一群人正在脑力激荡，都明白铁道元素除了纪念性，现在更要讲究实用性和讨喜度。我们同仁就笑我说中了功后就不要做。朱来顺坦诚，原本他不看好一张50元的漫画风明信片卖得比10块钱的还好，瞄准年轻族群奏效，台铁激励商品业绩在2年之内翻倍。梦工厂的设立，让125年的台铁老身躯注入新血。这个是一个火车的那个烟，它是一个爱心，里面都是包含了所有的台湾岛，所以外国朋友对它特别的喜欢。所以是一个创意，对不对？亚黑必凑一，我一颗泰卡三芒大片，我一颗泰嘎三芒大标，这是比创意，而且要靠大家的努力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 CK101。难以忘怀的可以随时温习。随着时光轨道推进，铁路元素也在翻新。真的是跟历史在结合，所以很多人买东西，他是不是买合用而已，他是买他的记忆。这个梦工厂强烈的企图心，不只是销售佳绩，还希望把台湾铁路的文化和历史用更迷人的方式呈现。亚黑必凑一，我一颗泰嘎三芒大标。亚黑必凑一，我一颗泰嘎三芒大标。